新一代男神亨利·高丁因演出电影《疯狂亚洲富豪》而爆红。私底下的他热爱旅游，透过旅游节目带着大家走访日本，朝圣世界遗产中尊寺，用葱当筷子大口及荞麦面，并走访猫奴圣地宫城县田代岛，享受被猫群围绕的快感。搭乘日本新干线，沿途饱满美景。电影《疯狂亚洲富豪》男主角亨利·高丁抓住难得机会，来到了日本岩手县平泉町，参访日本最有名的寺庙中尊寺。演员亨利·高丁 vs 住持，看哪，好惊人，感觉像全新的一样。这是原始中尊寺的2栋建筑物之一，对吗？是的。被金箔覆盖的金字塔内是佛教净土，让人心灵沉静。而2人下一站则搭乘渡轮，来到邻近的猫奴圣地宫城县田代岛。演员亨利·高丁，这里又叫做猫岛，到处都有小猫咪。田代岛又叫做猫岛，因为岛上猫咪数量是当地人口的到3到6倍，不管走到哪都被超萌喵星人包围，让猫奴本性瞬间喷发。早期当地一名渔夫不小心用石头砸死一只猫，渔夫难过之余，帮死掉的猫做了神社。没想到此后岛上渔夫出海捕鱼都是大丰收，让猫神社威名远播。2人走累了，来到了大内宿下乡町，体验奇特的在地美食。餐厅老板娘，我丈夫小时候都会带便当上山玩。有一天他要吃饭时，发现忘了带筷子，当时他就从眼前的葱田拔了一根大葱当筷子用。结果实际吃起来，大葱块还意外的好用。演员亨利·高丁，大葱的形状还蛮符合人体工学。一趟日本铁道之旅，满足了亨利探索异国文化的好奇心，用全新视角看见不一样的日本风光。